講到新北捷運的三英線今正式通車，今仔日逐班車是攏客滿，講會當呢，讓這三峽鶯歌地區往到雙北市中心，速度20分鐘。沿路景點有輝仔老街、三峽老街，還有新北美術館等所在。店家是攏真期待，咱也在今仔日開始到8月31，逐工早起10點到暗時8點是試營運的期間。若準使用電子票證，坐這捷運就唔免開錢。啟動。新北市民期待真久的捷運三英線總算通車，30下晡開始試營運，開放2個月免費試坐，不少民眾攏趕來體驗，每一班攏差不多客滿，車廂內人客。我是從澎湖來的，就是有一個機緣來這邊玩啦，那就順便來這裡看看。第一次通車嘛，所以過來看看，沿路蓋章，沿路看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三英線是新北捷運局主辦的第一條中運量捷運系統，全長14.29公里，攏總設12站，包括土城、三峽、鶯歌三大行政區，閣會當佇頂部站換坐板南線，處理三面地區往回雙北市中心會當省差不多20分的通勤時間。另外，鶯桃福德站要加桃園捷運綠線連接，以後通往桃機場閣加一條新路線。新北市可以北接基隆，中接台北，南接桃園，串起北基桃的榮耀，就要靠我們捷運系統的幫忙。因為三英線沿路經過鶯歌老街、三峽老街加新北美術館這個觀光地標，希望會當讓遊客方便一日遊。捷運通車頭一天，都有不少觀光人陣，當地店面我真有感覺。我這一次是從鶯歌到最後一個福德站，我下一次還從鶯歌搭到三峽。開車過來也是蠻遠的，對，也是蠻遠，是要看。對，搭捷運還是比較方便。人潮非常比之前都多蠻多的，今天的人潮就跟以前的面孔都不太一樣。新北市府捷運三英線會免費試營運到8月31，逐工早起10點到下晡8點為止，透過實際載客做壓力測試，佮回收民眾試坐感受，針對各項意見做改善。記者採訪報道。